出去一下，伴着太太才獨處一下，出去一下，如寧靜處非我家。我有寫，我有壓抑需要發射，我要寫，建立一體感覺快些。我寫，試過食胎到半夜，跳進車，對着標板禱告那些，難題相信如何轉彎攀山落斜。入有樂曲都始終迴響，面龐上的那陣風，感覺爽快，決定笑着動腳，出去一下，留下了手提在公司嗎？出去一下，原來你住非我家，出去一下，原諒間中能獨處一下，出去一下。才能自我修正嗎？我有寫，我有壓抑需要發射。